国际新闻镜头来南韩，南韩的总统尹锡悦5月初9就是2周年，又开记者会，针对伊的看守收价达大约7万块的名牌包，伊是头家的对外回事的。伊嘛讲，检方已经在调查这个案，所以伊无适合加讲啥。 南韩总统尹锡悦初9伫咧召集2周年记者会，公开对伊看守警监司收名牌包的事件道歉，并且讲因为检方抑阁伫咧调查，为了要避免伊的言论可能被误解是要影响调查，所以无阁加讲。제 아내의 그 현명하지 못한 처신으로 국민들께 걱정 끼쳐드린 부분에 대해서 사과를 드리고 있습니다. 去年网络顶出现一段用运作摄影机翕的影片，韩的美籍牧师崔在勇2020年甲警监司见面，并且送伊名牌包的过程，警监司被指控涉嫌不法，正是过去几个月以来尹锡悦政府头疼的问题。尹锡悦今年2月接受 KBS 电视台专访时阵讲，是因为伊的看守无法度领可的高职牧师。 韩国国会去年底为了要调查警监司甲因出来人的不法行为，通过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法案，延过予尹锡悦刑事反国权。对反对党要求特别检察官调查警监司涉嫌炒股票，伊认为无发现嫌疑的情形下，想要制定特检法，政治意图真明显。 어떤 면에서는 그냥 정치 이런 공세, 정치 행위 아니냐, 진상을 가리기 위한 것은 아니지 않느냐. 그런 생각은 여전히 가지고 있습니다. 尹锡悦也回答记者有关经济、社会甲外交政策的问题。伫咧被问到美国后一任总统有可能是川普，伊讲无适合回答假设性的问题。不过相信韩美同盟的坚定关系未改变。另外，因为俄乌战争，韩国的关系正危yếu。不过南韩的目标是伫咧经济或者是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领域，甲莫斯科合作。那日本方面，两个国家伫咧共同历史的问题上意见无同，不过为着两个国家后代子孙上，有必要爱合作。伫国内方面，会成立部门解决出生率愈来愈低的问题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